泰鲁国号排马以外，第4节的车厢已经拖一半出来啊。目前主任检察官正咧完成最后相验，完成了后，就甲第4节拖出来。目标是并日明仔载完成第5节车厢的排除作业。代替408泰鲁国号列车事故，原本伫初4要进行第4节、第5节车厢的拖吊作业，但因为找到相关的物证，下晡拖吊作业先暂停。但是有记者敲电话询问运安会主委，运安会表示，包括火车也是肇事车辆的记忆卡，拢有找到啊，已经咧进行分析。啊，那伫现场即阵嘛当看到第4节车厢已经开始有进度啊，为泵坑口地当看到第4节车厢的车体，嘛希望会当赶伫今仔日进前完成第4节、第5节车厢的拖吊作业。针对这件事故，台中市土木技术工会干事姜尚生表示，伫施工现场爱有护栏，嘛无应该伫路边违规停车，造成这大伤害。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说，你滑落这个斜坡就应该要做。那事实上呢，交通部有部颁这个铁路两侧的近线管理办法。那事实上呢，高铁公司、各地的捷运公司都有委托技师去执行安全的评估跟施工计划。龚尚生讲，技术工会毋捌审查过代替规划案，另外，即阵第4节车厢已经拖出来将近一半的车身。主任检察官正咧进行最后的相验阶段，完成了后，地当甲第4节拖吊出来，并伫初5即天完成第5节车厢的排除作业。预计第2天的工程目标是第6节车厢含遗体处理，以及搁再一次讨论为南平入口处处理第7节甲第8节车厢的可能性。记者杨淑静、林玉凯华联报道。